我记得教练不是说不允许踢野球的吗？别怕嘛，队长。要知道我这次约的可是犬众哦。就是那个有名的犬众吗？那还真有点小期待了。你好，平山独孤灯心。你好，节旅犬众。久仰大名。这个身高踢球没问题吗？喂，品香，礼貌点，蛋蛋都比他矮，你怎么不说？好，都说我干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恶意啊，我只是好奇。没关系，毕竟足球可是不管身高多少都能参与的，而且这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哦。没错没错，我也觉得足球很有魅力。我叫品翔，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人。绿茵英雄，大言不惭。我叫独孤灯心，是要成为球王的男人。但是绿茵英雄可比球王强1000倍呢。别傻了，球王可是比绿茵英雄强10000倍，绿茵英雄强100万倍，球王要强1亿倍。别争了，很丢脸的呀！这有区别吗？你们是小孩吗？我是平山足球队队长天明，我是犬众，我们快开始吧。古尔瓦，开始了记得把球传给我，我要让他们见识一下绿茵英雄的厉害。吵死了，你安静点儿。这里。想传球，别做梦了！怎么会？这是外脚背的弧线球。这么积极的上抢，是想要打压我们的气势吗？看我拿下这第一球！那个谁，这么远别急着射门。哎，我骗他的。不愧是犬众啊！古尔瓦，快传球给我，传给我就能进球了。品翔，虽然品翔的跑位更好，但是古雨更稳妥。蓝发红眼的跑位很好，只需要一个身后球就能形成单刀，所以犬众传球给他的几率非常高。如此的话，我便可以在中场拦截。居然传到了另一边！古尔瓦，你知不知道你错失了进球的良机呀？吵死了！好球！可恶，强行转身，太小看人了吧！你休想！这么刁钻的射门，给我拦住啊！好厉害！我也想像古雨一样帅气的射门，我也好想知道进球是什么样的感觉。犬众，明明蓝发红眼兄弟的位置更好，你为什么要传给他？看穿我的想法了吗？没有，只是那家伙完全不会踢球，是一无所知的那种。加油！怎么了，队长？不就被进1球吗？放心，我马上追回来。没什么，准备开球吧。日之学长，这个球就先让给我吧。别玩得太过火哦。品翔，现在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球王。正好也让你见识一下绿茵英雄的厉害。让我们一决胜负吧，奉陪到底！可恶，没夹住。不甘心吗？很正常，因为在他的身后，不甘心的人可太多了。毕竟灯心就是一个为足球而生的孩子，矮小的身材却非常灵敏。想要穿过我，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绝技——投影分身技术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真是不堪入目。最重要的是他拥有的超人类球感，那球感就仿佛足球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，强大无比的身体协调能力，这就是未来的球王独孤灯心。连狗二娃都被突破了，看到了吧？正因为他高人一等的能力，我才能和你在这里悠闲的聊天。这就是球王吗？看起来想要成为绿茵英雄，就必须要先打败他了。这个叫做独孤灯心的男人，这家伙居然在笑我！赶不上了！快来人呐！他要射门了！1分，想得美！你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们的对决可还没结束。拦住了！过啦！波仔，球进了！可恶！没能拦住！笨蛋，你别破坏场地啊！这次进球更多的是运气。这家伙，而且
我的脚已经麻了。所以你们最后还是输了。被反超之后，我们彻底进入了对方的节奏，再加上古雨体力不支，以及品祥的力量控制不足，所以很自然的。不过较之从前，已经是非常有进步了。哼，下次遇到平山学院，我一定将进球加倍奉还。对，就是要有这样的气势。喂，小伙子，能不能帮我推一下车呀？车子抛锚了。没问题，大顺坐好了啊。小伙子，你能行吗？不管看多少次，我都觉得这家伙是个怪物啊。翔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？我是想说，经过2次比赛，我觉得我们除了技术差距之外，还有战术打法上的差距，所以我希望你能聘请一名教练。教练？等一下，我看看啊。教练是吧？只有照片吗？此人叫阿秋，一名忠实的足球爱好者，同时也是一名足球教练。他目前执教的是中心少年队，长期居住在水南路东351号的隔壁。你倒是听我说完啊，翔！现在在下雨，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？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教练的事情必须争分夺秒，怎么可以因为这种毛毛雨而耽误呢？我们游过去吧。毛毛雨。这个笨蛋，不会游泳能早点说吗？我以为我会的嘛。你怎么不以为你是猪呢？啊！有人在吗？你们找谁啊？你爸在不在？我爸的信息很贵的，想要就付钱。你这小鬼怎么和蛋蛋一个德行？切！1毛钱？你是在打非要饭的吗？你以为这是1毛钱吗？虽然它看上去是1毛钱，可是你将这1毛钱保存的话，多年后它就不只是1毛钱，那就是一张古董，一张价值成千上万乃至100万的独一无二的收藏品。所以我不只是给了你钱，还给了你对于未来无限的期望啊！这话……好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爸的信息了吧？我爸不在，明天来吧。你好，阿秋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不是阿秋，你们要找的阿秋是他。臭小子，还我1毛钱！别浪费时间了。您就是阿秋吗？我叫品祥，是要成为令人英雄的男人。是我没错。不过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想要邀请您做我们足球队的教练，不知是否可以展示一下您的实力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那个，你们下午有时间吗？来跟我看一场比赛吧。这次我们的阵型打4-2-3-1，注意前场阻截，还有边后卫要积极上前协调，将打法贯彻到底。是。抱歉啊，带你们来这儿，不过这样一来，你们也能知道我的实力了。没事。教练，对不起，我们输了，我们太弱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今天的失败只是为你们未来铺路而已，不用在意，快回家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让你们见识一下的，不过请务必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二娃，不至于，谁都有失败的时候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不用了，小哥，我的实力我清楚的，谢谢你们能来找我。听我把话说完，我的意思是不用再试了。品祥，签了他吧。为什么？你提出的战术打法不错，只是让一群少年生去执行，不说理解，单单其体力也无法完成，所以你更适合高年龄的球队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！
给我灰暗的人生里添加了一抹光。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，我请你们吃饭。说是请我们吃饭，居然是去蹭试吃。我发誓以后可是吃的好饱，不是吗？教练，你还打包了一份带给谁啊？我爸还没吃饭呢，我给他打包一些带回去。你们仨是谁啊？来找阿秋玩的吗？我守着份安静，呼吸着傍晚，任由汗水浸湿衣衫。远处传来的欢声勾起从前那一天，你我约定永远。再见。